别推了，停一下吧。怎么，累了？如果累的话，咱们回病房去。我们的故事讲到哪儿了？接着说吧。经过李朵这件事后，我想起来真的很后怕。他们年轻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，好像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他们，远离是非，尽量的不和爱宝他们联系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又开始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，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爱宝的电话。小伙子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回去呢？哈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不工作，我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我跟你一样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这么加班，你老婆就不心疼你啊？像你这个年纪的小两口，那可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。我还没老婆呢，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待着呢。那就赶紧找一个吧，找一个你就不这么拼命喽，可别混得跟我老头子一样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。